免不在教咩报客栈前面话，水火不连内快，水火不连内快，适合我们那里耶稣岛，耶稣岛。耶穌道每波買多節來到幾收費每波買多節來來到來到幾收費幾收費水火不連內快耶穌島每波來每波買到節列到經收費，你們沒有讀過這段經書嗎？費水火不連內費和我們的你嗎？不就是我們不水火不連內費耶穌島耶穌講每波買到節讀過每波買到節來到經收費來到就是這段經書嘛，就是一段經收費經收，我覺得經收是方言，經收水火不連內費耶穌島每波買到節來到經收費，你們沒有讀過這段經書嗎？有面分散幾個國家，也要托付我們有面努力向上，誓不待我祝願有面學業有承恩，走向文明進步，永享幸福平安。海來永永保海，海來保面平安。